釣魚人愛特別注意哦，真濟人愛釣魚，毋過這釣竿呢，攏摕來烏白亂說。高雄釣一個眼科醫生收治一位患者，講是呢，這釣竿呢出海去釣魚時陣，釣竿出一個傷過大力，鈎仔就噴倒轉來咬到伊的目睭，而且這海水內面有細菌，可能會感染。提醒咱的觀眾朋友，若准去咬到這危險的部位，一定愛讓醫生處理，千萬唔通烏白家己帶。民眾按目睭行入診所，病人摕釣竿，場面有點怪異，狀況煞真危急。因為民眾目睭互魚鈎咬掉咧，暗過釣魚線加袂斷，連人帶竿來看醫生。同講嘅啊，甩竿無細膩，可能迄咬掉了目睭啦，係啊，我就足緊張嘅，啊，想講要用手去用，但是我朋友講袂使。魚鈎有倒鈎設計，直接救出來，恐驚造成目睭前閣較大的傷害甲痛。醫師檢查了，先切斷釣魚線，佮細緻調整角度，才順利提出魚鈎仔。好在魚鈎仔敢來咬到下結膜，無造成目睭前破氣。勾住的時候，它拔都拔不出來，好，然後所以說它越拉越痛。然後我就點個麻藥之後就，就是反方向嘛，往前推啊，就一下就好了。不要去揉它，因為越揉的時候，萬一是釣具會把你眼睛裡面破壞。大家第一步話咧釣魚啊，台灣是海島國家，有袂少愛釣魚的人。醫師表示，魚鈎傷人常常看到，常常受傷的部位就是手甲手指頭啊，第二是頭甲面。若咬傷過深，或者是咬到目睭這危險的所在，一定要趕緊看醫生。伊釣做離水時無吼，離水變輕啊嘛，啊釣竿反彈起來，去跌到，受了傷緊啊。這種足少。也不要太大力，慢慢打，它就不會勾到。醫師表示，海釣時陣，互魚鈎咬傷可能會到地面，還有互困。自身的釣客提醒，拋魚竿都愛注意周邊是毋是有人經過，這邊傷到人也傷到家己。記者綜合報道。